南投鹿谷的小半天石马公园所种的河丁樱，即摆已经大开，声袂少人来看萨库拉。 看到民众摕手机啊，伫萨库拉头前翕相，这是南投鹿谷乡小半天石马公园所种的河丁樱。特别的是，这一年会开2摆，第一摆是农历年节前后，第二摆是伫咧中秋左右，逐摆拢吸引足侪人。我是本地人啊，大家的花开了喏，开了袂歹，你每一年拢有二季樱花。 这个刚开始而已，这现在应该只有两三层吧，蛮漂亮的啊。这应该是我最早，应该还没有那么早看过樱花。每年当中啦，这我第一次那么早看到。我们这边在中秋节的时候全部会盛开啊。我们最近发现哦，除了河津樱会开2次花以外哈，最近也有旁边还有一株哈，那个可能是我们的福尔摩沙樱哦，也有开花。石马公园的河丁樱目前花期已有2个月，若是有兴趣的民众，就要把握机会赶紧来看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